你有冇聽過好多人成日都話自己係基督徒，話自己係信耶穌，話自己成日返教會，話我自己好努力去侍奉㗎。究竟耶穌點樣形容呢？聖經咁樣講，唔係每一個稱呼我主啊主啊嘅人呢都能夠進天國㗎，唯有遵行我父旨意嘅人呢才能進去。在那日呢，必有許多人呢對我說：主啊主啊，我們不是奉你嘅名傳道，奉你嘅名趕鬼，奉你嘅名行許多嘅異能嗎？我要向他們宣告，我從來咧唔認識你們，你們這些作惡嘅人咧，給我走開。所以唔係因為我哋做過啲乜嘢，或者講過啲乜嘢，而係我有冇跟從上帝嘅旨意而行呢？一個真正跟從上帝嘅旨意而行嘅人咧，會不斷自我反省、禱告同埋悔改㗎。你願唔願意跟從呢？如果你想更加認識嘅話咧，試下揾下呢一張單張，除去宗教嘅外衣，會有更深入嘅認知㗎。呢度係靈修1分鐘，1分鐘過去，我哋聽日再見啦。